精選摘要出現喺所有自然搜索結果之上，使零位排名成為搜索中最強大嘅位置。贏得摘要意味住你嘅品牌係搜索者睇到嘅第一個，亦通常係唯一嘅答案。獲得嘅點擊率遠超標準列表。贏得呢啲位置需要大多數網站尚未採用嘅特定內容結構化技術。精選摘要嘅獨特價值在於佢打破咗排名嘅線性邏輯，即使排名第3或者第4嘅頁面，亦都可以通過贏得摘要而獲得比排名第1嘅頁面更多嘅可見度。咁呢個使到摘要優化成為已在第1頁排名但尚未佔據第1位嘅頁面嘅高槓桿機會投入。相對較細嘅結構調整可以帶嚟巨大嘅流量提升。3種摘要格式佔主導：段落答案、編號列表同埋比較表格。每種需要針對性嘅格式。段落摘要需要喺問題格式標題正下方用40到60字直接回答。列表摘要需要 Google 可以提取嘅順序子標題結構。專業公司解釋流程同埋電商網站回答產品比較查詢時天然處於摘要捕獲嘅有利位置。通過揾到你已喺第1頁排名但未擁有摘要嘅問題型關鍵詞嚟識別摘要機會，呢啲高概率嘅目標需要嘅係重構內容而非新頁面。金融服務查詢同埋醫療保健信息查詢經常觸發等待被佔據嘅摘要。